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怪。一般咱拢读怪较济，读做怪这是文音。怪意思就是真特别，和一般无共款，小可无正常，咱就讲看起来怪怪。另外，这个怪嘛有责备怪罪意思，像咱讲卖见怪。这个鼻音读做过，一般咱较罕得读到。有一个古早的词，咱讲是过急，意思就是怀疑人做的代志，想讲伊逐项代志拢要过急，意思就是讲伊逐项代志拢唔相信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看到读做假鬼假怪，这个意思本来是讲假仙是神或者是鬼伫咧骗人，落尾手嘛当讲是假仙结样。第二个词，同款嘛是和这个怪有关系，咱读做变鬼变怪。变鬼变怪意思就是讲变空、变鬼、变一寡有诶无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学校办园游会活动，学生囡仔发挥创意，有的人变鬼变怪，做鬼仔厝卖票做生意，佮着爱假鬼假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怪，这是文音，另外鼻音读做过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